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有卖剩的，卖相比较不好看的，我就可以给它放到冰箱，啊，社工人员下午就会来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而且可以让食物不要浪费的情况之下，然后又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卖相比较不好的，或者是买的过多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分享给其他更需要的单位，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市场管理科的工作同仁会拍照，那通知我们，我们就过来拿。那里面会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呢，拿回去以后，我们就充分的应用这些资源。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30-40位这些关怀据点的这些阿嬷们、阿公们，跟他们讲说，市场的这样子的大家的善心，我们要珍惜洗衣服跟洗彩。那我们好好的去应用这些食材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共享共荣哈，而且是相辅相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想过卖相比较差的农产品，除了厨余桶外，还有什么其他去处吗？为了倡导惜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结合民间机构与市场合作，设立惜食平台。在台南目前已有13处像这样的惜食平台，而在北区的开元市场更有社福机构捐赠像我后方这样的6台大冰箱来储物，提供摊商朋友或是民众能将卖相较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品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摊商所建制的惜食平台，这有很多重的意义。第一个有环保意义，第二个有社会福利意义，第三，有许多让我们看感动的小故事在里面。尤其是慈阳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执行长捐了6台冰箱，那我们总共现在已经建制第13个惜食平台，我们将来陆陆续续在其他的市场会持续建制，因为有一些卖相不佳的或者有小损伤的这些食材都还是可以用，可是消费者不见得愿意花钱买。但是如果透过这个惜食平台，这个冰箱能够把它加以妥善保存，许多慈善团体啦，或者说社福团体，他们可以自行取用，然后拿去做料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资源不浪费，第二个垃圾不增加。第三个，需要用的人就可以用到。我们觉得其实这是非常3赢的事情。希望说跟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合作，来建制更多的惜食平台，能够让对环境友善，而且让台南市成为有爱的都市，让更多社会福利能够在台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迎收看10月2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上午总集村议员柯志春申请反对进口300件美国猪肉 T 恤，在再次烦恼会对个人健康造成伤害，嘛要求台南市政府好好面对产业、民生甲本色问题。根据议员柯志春的了解，台南市一个月会当处理5000吨的土fon资源回收量，目前除了合法核准的12位以外，其实真侪土fon的堆置场拢是临时申请过渡时期的，所以到底如何管控？议员伫总集村强烈要求环保局一定要祭出公权力来执行。对此，环保局长嘛表态，一定是依法行政。相关农业局、渔业局、观光旅游局。临时堆积场是过渡时期，你可以准它1年、准它2年、准它3年。未来我们可以控管流向。当然我们不止进，我们要控管流向。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嘛？因为这个部分是刚刚议员提到那个部分，有些部分是涉及到法令。你好比说像那个不能在农地里面，那农业单位当然会不愿意让他去设，所以这个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的立场，你有的为难，但是我可以凸显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民间种种的这些的突然的问题，希望市长在这里也听到，怎么样在合理、合情、合法、
我们的制度下有解。议员对了关心临时土方的对峙中，嘛进一步烦恼淡市本色处理危机，特别是城西焚化炉更新活化进度，以及民间公平进场的机制，到底如何检查管制？对此，环保局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城西焚化炉目前正在整修改造，预计11月完成。未来将以 BOT 的方式采取先起后拆来兴建，一天会当处理900吨的粪扫量，预计上紧2024年底完成。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国道1号台南路段有3个交流道出口，因为各工局这几天向向改名，无经过沟通宣导，引起庞大民怨。对此，除了议员蔡小伟率先伫总质询要求市长向中央反映。总质询过后，议员林美燕甲林彦竹嘛召开记者会，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相关单位出面负责。位于东区南旁对面的空地，虽然地目是主体区，不过今年有业者拍算伫遮招商做夜市，甚至阁有确定800个单位，宣告11月27开幕的消息。对此，议员蔡小伟上午伫议事厅强烈要求市府公权力介入主动，千万唔通等无辜的摊贩进驻，才知影根本是违法经营。这个357夜市啦，哈。明显的在现场，这个是我上礼拜才刚去拍的，他的旁边瓦搁挂底下啊，他还是一样继续在那边招商啊，甚至现场也有人摆桌在那边，在让人家询问。他告诉你，他将在这个11月27号要来开幕。请问市长，这样子这么明显哦，写得很清楚哦，800个格位，这800个格位如果出租出去，就代表了800个，有可能是800个家庭来进驻在里面营业。我必须要说哦，我不是不赞成，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是合法的设立，这样我们的摊贩才可以永久性来一直经营下去，而不是面对未来要罚则或者是不准他勒令停业的时候，我们再来驱赶，再来善后。只要不是商业用地，只要是他继续在住宅用地上，这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市长，你有提到是军方，公权力就要展现啊，在这里，因为就像违建问题，就像那个农地工厂一样，如果是国家法律有明定，2016年5月20号以前的，先来慢慢辅导，以后的就不允许，我们就遵照国家的法律。那这个部分，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另外，面对国道1号台南，包括永康、台湾甲台南3个交流道指标，各工局将改造中正北路、中山路甲复兴路，引起网络一面倒负面的评价。上议员嘛要求市长表态，一定要向中央反映。就是咱的高速公路吼，这个路牌更名的部分，包含我们的永康、大湾以及我们台南吼。都把它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中山路、大湾变复兴路、永康变中正北路。我想就教于市长，针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态度表示？谢谢蔡议员，我非常简短的回答你啊，这个部分哈，让我们觉得也是蛮觉得怪怪的了哈。那为什么会觉得怪怪的？第一个，并不是街道名称就不能够成为这个交流道出口的名称。而是要大家习惯。那以高雄市来讲，像高雄市区的有什么中正路啦，什么路哈。台北市来讲也有内湖了，什么路，康宁路哈。台中也有。是。可是他们就是在高速公路刚刚开通后或开通后不久，就已经定下来了。好，并不是说像台南市，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40年，民国68年到现在109年，41年了，之后才临时再改名字，这点我们是觉得很奇怪。会后议员林美燕甲林彦竹嘛召开记者会，指出向改名以后，这3天服务处的定情电话无停过，强烈批评偷改名，莫讲外地人无啥，本地人嘛拢无清楚。虽然现在改了，阁要改回来，完全是浪费公款。要求相关单位出面负责。在这个主导者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你今天就算好，你从善如流改回来的情况之下，你浪费了公帑，
你那些都不用钱吗？你那些都不用钱吗？这是非常就是会直接的，而且再上他们共3岁的小孩都知道，要明确人的交流道在哪里就下去。你看说的中山北路，好多中山北路，我怎么知道哪里的中山北路？所以我想公部门在这边，政府在做事，应该要多方面去审视才可以。记者会后，基安马甲拄好来议会拜访的林国明，也一定2位干委提出陈情，要求检讨。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就算议员李宗翰除了关心台南米受落渣以下影响损害形象，要求市府一定要弥补以外，嘛将对一份台南人上不爱运动的调查，和议员相当不好。伫遮特地艺术厅邀请市长来做运动，提供上简单有效果的方式来练身体。客家农产被带落渣议案引起社会高度关心，甚至出现台南有落渣毒味的谣言。对此，议员李宗翰表示，不管是政治操作，或者是其他目的，这对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台南米品牌，已经有真大伤害。所以，上午总咨询对要求市府要亡羊补牢，尽速清除废弃落渣，提出验米的检验报告，同时强制处理违法的厂商。好的米品牌建立真的不容易啦，请市长投入更多关注。我们想建议，那时候跟农业局讲过，周边的。尤其在大家有疑虑的周边的，先把它另外做个储存，不要把它混到我们的公粮或者是我们的市售米里头。我相信这对民众来讲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做法，而且它之后检验完毕之后，大家也可以交代说这没有问题。我相信这农业局应该是做得到的。到目前为止现场炉渣呢清了4万吨。那当然，现在现场还有26000多吨，那我们会再要求他再去加速。除了清除之外，他之后还会在那边吗？可是我跟您报告，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后壁的那个是没错，那一场检验出来的米是没有污染、没有超标的。是，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大家就是不放过，就说啊，这一定有，而且这样影响到很多人，如同您刚刚所说的，对台南米的信心。接续议员李宗翰嘛，伊国建署将对全国16000多名成年人所做的民调指出，台南市是上不爱运动县市的第1名，所以为了台南市民的健康，邀请市长伫遮拍伫艺术厅做运动，希望做的就是简单，根本唔免动，可以当训练核心肌群的方式。李议员本身有咧运动，希望当体60秒，结果时间也未到，市长就爬起来。因为市长伫艺术厅做运动真罕见，连主持艺术的议员多数人拢行落来翕相留念，嘛互严肃质询的议场加了一份趣味。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2020年罗车太子爷文化节24号伫安平安逸停车场盛大展开，现场都有侪爱心单位共同参与。主办单位邀请道长李友坤伫现场制作2只大型米铃，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2020罗车太子爷文化节24、25两天伫安逸停车场举行，活动结合真侪爱心单位共同参与，有义展、观会、交通安全宣导等等，活动非常的丰富。更特别是伫现场看到这2只大型的米龙，是去年伫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太子爷就降级指示制作。主办单位表示，现在看起来，就参像是太子爷提前知影会有这场瘟疫的发生，所以只是制作米龙，为国家祈福，消灾解厄。咱即届即个2万斤的即个米量，咱2万斤即个米量是奉咱太子爷公的指示，按旧年就开始即个计划啊吼，希望拄好接着即个疫情啊太子爷公有灵性提早知影即个资讯啊办即个发会，望由咱即个发会拄办在咱即个安平海边啊即个好地理遮望由办即个海会会规咱的海边甲即个疫情会当安尼随时甲伊送出去，互咱国泰民安。事事如在安尼。议长郭信良、社会局长陈英基以及真侪明代也拢受邀出席，担任点睛的贵宾。
拢正常哦，美容要像这遮大尾足少啦吼。伫台南市内底的美容做甲安尼吼，是足少看到。第二就讲呢，佮经过这个道长呢，这个道长目前伫台湾全省所制作的美容是上水的。哎，经过若美容了后，伊会接引地气甲上冲吼。当然太子爷要伫这个所在内底，伊有一定的用意。主办单位中坛善心会执行长蔡思轩表示，会后会将制作美容的白米分装送予台南市30个爱心团体以及弱势族群，将太子爷的善甲爱传达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迎接万圣节，台南市北区正佳社区24号上午举办儿童趣味亲子 DIY， 场面相当热闹。由北区正佳里加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的万圣节儿童趣味的亲子 DIY 活动，24号上午伫正佳里活动中心来举办。主办单位邀请美术老师来教导趣味的亲子黏土 DIY， 搭配应景的万圣节。老师嘛打扮成白雪公主来讲着万圣节的故事，接续就是模仿故事内面的场景，利用纸黏土伫个木质的信箱来创作属于万圣节的图样，吸引未少的年轻家长带小朋友参加。幼儿园跟社区一起合作办这个活动让小朋友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活动，觉得很棒啊。因为小朋友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也学另外这个才艺就很好。会中包括议员陈怡珍、正佳里长吴同吉，加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胜新，拢亲自出席，肯定活动的意义。今仔日是阮社区正节社区来办那个文化节一个活动阮邀请阮社区的那个正佳幼稚园来一条做 DIY 啦阮今仔有办足侪份的路面要请小朋友，因为这小朋友伫阮社区这是咱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啦所以讲有这万圣节一个活动跟我们那个社区那个长者共同一个 DIY 的活动。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可以让社区里跟我们里内的幼儿园做一个结合，然后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 DIY， 然后来庆祝这个万圣节，也让社区跟我们社区里面的小朋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互动，一起来欢度这个万圣节。今天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万圣节将来临了接着我们的亲子活动呢。结合这个正节幼稚园也是在我们的区里面在我们里里面所以这个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因为未来的小朋友也是我们的主人翁，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做好治安也好社区活动也好，我们都应该要做得非常好。唔定年轻的亲子小朋友动手做，就连社区的志工阿公阿嬷嘛拢对咧耍黏土，有阿嬷讲生笑来表示。耍黏土就亲像咧烧银仔同款，想袂到即卖黏土各种的色池拢有，现场佮搭配警察局第5分局的妇幼宣导，里中岛社区嘛特别准备卤面，以办喜事的心来增加社区居民的互动甲交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0月底就是西洋万圣节，为了让小朋友有一个美好回忆，由专业基金会南区民德里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变装彩节，24号伫世界花园社区举办，再来看当时到底的情况。为凝聚社区居民的情感，由专业文教基金会发起，
结合林德里世界花园社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万圣节变装彩节的游行活动，24号下午伫水高社的社区来举行。参与的有社区的居民小朋友，甲长春藤英语集团的小朋友，每一位拢盛装打扮，沿路唱着万圣节的应景歌曲，不给糖就捣蛋。你附近的商家嘛真大方来分享糖啊，给小朋友。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补教业的因为有美语小朋友都有，我们每年都有举办那个万圣节变装的游戏。因为今天的活动地点是办在世界花园，所以我就结合社区的所有小朋友一起来共同举办这个活动。那我希望说以后的每年这个时间都可以办一些小朋友很快乐的活动，像儿童节啦，像万圣节啦，像 Christmas 啦。我希望只要小孩子快乐，大人就快乐。明德里长陈瑞华表示，水高社伫关村改建以后，融入未少的年轻元素，尤其看到社区愈来愈侪年轻的族群来进驻，整个社区嘛哪来哪有活力。因此，伫万圣节的活动，嘛看到未少的家长为小朋友来盛装打扮。因为我们大楼林立，其实我们年轻化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当中。那我觉得年轻人增加的话，对社区它会带来一些活力。把社区会带向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所以呢，很感谢我们的 Amy 姐带动了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体验一下，在一个万圣节前夕，结合社区还有管委会的一个这样的活动。我想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年轻人，那我们的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儿童，还有我们的亲子这方面一起增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每年的万圣节甲骨文都会办一些活动，那我就会想说每年流行什么话题，那今年刚好是《鬼灭之刃》是很夯的一个话题，所以就帮他们办了。我们总共有6个人，看到我们家就2位代表这样子，那就是祢豆子跟那个蝴蝶人这样子，他们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世界花园社区就靠近水高社文化园区，小朋友伫采假以后，嘛进入园区来表演一段舞蹈的快闪活动，并且算充满游戏，大方甲观赏的游客来分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庆祝中正邮电市歌唱艺术协会甲中华圆梦工业展望会共同举办的歌舞成果发表会，25号暗时伫安平码头举行。现场有精彩歌舞，也有结合陈吉山老师的书法甲剑道表演，吸引900名民众到场观赏。成立满18档的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伫宜园路滚福的看线。结合市府社会局甲中华圆梦公益展望会，25号暗时伫安平的渔人码头举办庆祝重阳节歌舞的成果发表。会中除了有新著名的舞蹈表演、萨克斯风的演奏，另外协会理事长当时嘛是书法名家陈吉山，嘛现场来会校，写了200个诗舞写，甲秋菊有家色的作品提供义卖。现场吸引未少的民众到场观赏。这是青狂草、秋菊、有家、色。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冷。只有今天晚上没有很冷，我心里就想，这样的话，大家来听歌不会感到寒冷，袂去感冒，拢会身体健康。我上担心的就是各位会当健康快乐上好。除了现场的会校，另外嘛有剑道的表演，有陈师傅教练甲吴明店馆长表演的拔刀术甲真刀的气战，展现剑道的精神，刀光剑影，帅气万千。接续还有一连串的台湾歌谣的3重奏，其中由团长宋庭轩老师演唱日本的演歌《暗壁之母》，感动了未少人的心。是你
一连串的歌舞表演，除了让民众听甲如痴如醉，另外现场的爱心义卖甲观看的所得，嘛将透过中华愿望公益展望会来关注予台南市的偏乡国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10月26号中嘉台南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